新会期开议啊，行政院长杜英台呢，带领着这个部会首长备询，因为议场真正是充满火药味。民众党党团总调黄国昌呢，带党内立委抗议直接抢 NCC 的代理主委王必忠爱离开。伫本议场内底插个变变叫，伫咧行政院长杜英台施政报告进前，民众党团举手板强强发动抵制，抗议行政淡三使用权力，和技术直接动起来。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带队大声喊口号，直接抢 NCC 代理主委王必忠无资格备询。同一个时间，党团主任陈志涵搁伫咧媒体区做直播，民进党团回呛院长加油，台湾加油。看议场内底情势是真紧张，立法院长韩国瑜面对民众党态度放冷冷。嘛无怪杜英台一个备询进前，杀韩国瑜来做灯牌。韩院长私底下，我们互相都有一些温暖的互动。我们用本于沟通、诚意沟通，跟以人民优先出发的这样的角度，我们会诚诚恳恳、实实在在的提出我们的施政报告。强调麦克好国会将做正常，不过这会期唔敢若 NCC 定人事案、调查激励工行，各有国土计划法，本正预计2005年4月推测，行政院则按算爱等9月县市政府送交国土功能分区图，这个进行后一阶段讨论。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所检知国民党4县市。这个国土计划法呢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大概就是有3个大的县市政府呢，没有办法把国土功能分区图送上来，包括新北市还有桃园市、还有台中市跟云林县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按照国土功能分区图表4年的时间，让我们在明年4月30号可以对外一致公布。意思是内政部会议规定，在明年4月30上路，不过党内国真侪声音，要如何地点，将做上大难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